预备，主赐给我，主赐给我，主赐给我，耶稣救你，赐给主引着我，主引着我，主引着我，兄弟救你，引着我，主求我，主求我，主求我，兄弟救你，救我，我被刺激，我被刺激，我被刺激，奉主圣名拿出去。练习到这，请有带手机啊，甲手机关机啊，关做震动。
既然咱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，上帝囝耶稣，伊已经上天到上帝的面前，咱着坚守所宣认的信仰，所以咱着好胆就近上帝恩典的宝座，通领受伊的怜悯甲恩典，做咱需要的事的帮赞。咱三甲来吟圣诗第22首，主上帝正手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遥远徛地，咱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就是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亚多人来受苦，顶12个死，埋葬录音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三甲来共读上帝的话。启文第24篇。
全地啊，着对上主欢呼，着唱俄勒的诗歌来到伊面前。伊创造咱，咱属伊。着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。着感谢伊，称赞伊的名。伊的慈爱永远存在。当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你有用所疼的囝耶稣基督的宝血赎回阮，互阮通归属你，求你用你的疼来催逼阮，无过为着阮家己来活，反倒会为着替阮死，搁我的主来活。求你帮助阮，晓将阮本身交代伫你的管顾，搁会晓信靠你，互你的神引带阮，掌管阮的心。即礼拜一日受难周，求主互阮搁一摆回想过去一冬，敢有亲像犹太人迫害耶稣一样，去伤害阮身边的人，互阮为着阮的过失，献出求主赦罪的祈祷，还是耶稣用血洗清阮的罪过，阮也时常原谅伤害阮的人，将上帝的疼传出去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献歌队来学乐。
咱三甲来恭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第4章第1节到42节。法利赛派的人听到耶稣比约翰招较侪门徒，佮甲较侪人洗礼。其实耶稣毋捌甲人洗礼，是伊的门徒甲人洗礼。耶稣听到即个代志，就离开犹太，转去加利利。伊着经过撒玛利亚。耶稣来到撒玛利亚的一个城，叫做苏加。即个城挖进雅各互伊的囝约瑟迄块地。雅各井伫遐，耶稣因为行路真深，就坐伫井边。迄时差不多是中昼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求水，耶稣对伊讲：“请一撮水互我啉。”迄时伊的门徒已经入去城内买食物。撒玛利亚的妇人应耶稣讲：“你是犹太人，哪会对我即个撒玛利亚的查某人讨水啉？”原来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来往。第10节，耶稣应讲：“你若了解上帝互人的恩赐，佮对你讲，请一撮水互我啉，即个是啥物人？你早会甲伊求，伊早会就将活水互你。”妇人讲：“先生，你无抽水的器具，井阁深，你要安怎得到活水？阮的祖先雅各留即个井互阮，伊家己、伊的子孙甲伊的前生拢啉即个井水，你敢会比伊较后？”耶稣应讲：“啉即个井水的人袂阁喙焦，毋过啉我所要互伊的水的，袂阁喙焦，因为我要互伊的水伫伊的内面。”会成做水泉，一直呛出活水，互因得到永远的活命。妇人讲：“先生，请互我即个水，我则袂阁喙焦，嘛袂阁来遮抽水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你去叫你的丈夫，带伊来遮。”妇人应讲：“我无丈夫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你讲我无丈夫有影，你捌有5个丈夫，即马即个毋是你的丈夫。”你讲的是事实。妇人讲：“先生，我看你是先知。”20节，阮撒玛利亚人的祖先伫即个山顶敬拜上帝，恁犹太人讲耶路撒冷才是敬拜上帝的所在。耶稣对伊讲：“妇人着信我，时得要到，迄时恁袂伫即个山顶，嘛袂伫耶路撒冷敬拜爸。恁撒玛利亚人敬拜恁所毋捌阮犹太人敬拜阮所捌的，因为拯救对犹太人出来。毋过时得要到，即马就是真正敬拜爸的人会用心灵甲真心敬拜，因为爸爱即款的人敬拜伊。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得用心灵甲真心敬拜。妇人对伊讲：“我知迄位称做基督的弥赛亚得要来，伊来的时，会将一切的代志甲阮讲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我即个在甲你讲话的就是。”拄即个时，耶稣的门徒转来，因看到耶稣甲妇人在讲话，感觉真奇怪。毋过无人问妇人：“你要创啥物？”也是问耶稣：“你哪在甲妇人讲话？”妇人就将水盘放下放落去，转去城内对人讲：“来去看，即个人将我过去所做的一切拢甲我讲出来，伊敢是基督吼？”30节，大家就出城去看耶稣。迄时门徒甲耶稣讲：“rabbi，请来食。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我有恁毋知的食物。”门徒就问来问去讲：“敢有人摕物件互因食？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我的使命就是互我找我迄位的旨意，佮完成伊的工课。恁敢无安尼讲？佮4个月就有通收成吗？我甲恁讲，目睭闭互金，看4面的田园，5谷已经熟，通收成啦。即马收割的人已经在领工钱，佮在收成，互人得到永远活命的5谷，互野种的甲收割的做伙欢喜。因为俗语讲，一个野种，一个收割，讲了真对。恁无辛苦耕作的，我找恁去收啥？
别人辛苦，恁享受因辛苦的成果。迄个城有真侪撒玛利亚人信耶稣，因为迄个妇人人最前讲，伊将我过去所做一切拢甲我讲出来。40节，所以迄个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，求伊带入因遐，伊就伫遐带2日。因为耶稣所讲的话，有较侪人来信。遐个人甲迄个妇人人讲：现在阮信，毋是因为你所讲的话，是因为阮有亲耳听到耶稣的话，知影伊是真正世间的救主。今日王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活水甲宣告。真欢喜，真早起会当转来吼，我感觉是转来东门北克的教会。我想我这一世人有2个母会，第一个母会就是我出世了后，成长的母会，伊是台北中会的这个后母教会。第2个母会就是我咧做宣教，做这个传道者，陪有我做传道师，一个真要紧的所在，就是东门北克的教会。虽然我受派是伫台南神学院，也毋过上时嘛有机会伫东门北克的教会做伙学习，做伙团契，做伙来见证耶稣基督。所以今仔日转来请安报告吼，心内真激动吼，因为是转来第2个母会，真正欢喜。今仔日即个主题，活水甲宣告，互我咧选即个主题的时阵，要讲即个主题的时阵，是甲即个做的梦吼，可能有一点仔关系吼。我受到一个批啦吼，做梦的时阵受到一张批啦。即张批，敢若就是迄个伫纸边，甲耶稣相拄的撒玛妇人人伊写的吼。因为伊的内容内底是安尼讲吼，1900外冬以来，有一个人拢咧讲论我，讲我的道德败坏，讲我的婚姻失败，讲我半暝也无满足，佮嫁毋着人等等，所以我的心灵真空虚。我知影。大家谈论我是要为着主来做见证，盼望听到你甲读圣经的人，会当通过我的故事来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我就在想，若是大家真实想要了解我的故事，安尼我互恁3个线索。第一个线索就是中道，毋那是中道。第2个线索是啥？讨水啉，毋那是讨水啉。第3个线索，丈夫毋那是丈夫。我希望恁会当搁较明白关系我甲基督的代志，耶稣基督的主名敬上。后来梦清醒了后，感觉应该来讲一篇道理哈。咱先压头来祈祷，主啊，多谢你。通过即个妇人人，通过即个梦，通过今仔日的讲道，你要将你活命的水输出给阮每一个人。主帮助阮学听要对找这3个线索的时阵，阮的心拍开，因为有可能甲阮本来的想象无共款，总是圣神求你教阮三家地地，互阮每一个人有耳孔通听的来听。阮的心也拍开，求你的活水会当收束互阮，互阮看见，阮即马真正是喙大，祝阮生灵，阮喙大，求你互阮水啉，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一个梦，3个线索。第1个线索，中道毋是中道。中道毋那中道，这是啥物意思？伫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内面，若是要讲起中道的时阵，有一个专门的中道的字，叫做메사비리아，表示这个时间是伫中道。若是这个字用来代表方向，安尼就是南边。
毋过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，约翰福音第4章第6节，咱的现代大家译本翻做中道。实际上，伫希腊文内底用的是第6个时间 ，hora and hos acte， 第6个时间，也就是耶稣甲撒玛利亚妇人相拄的迄个时间，是第6个时间。第6个时间，你若是出去看，确实是中道无毋对。毋过约翰伊无直接用中道迄字，因为伫《使徒行传》22章第6节讲起中道的时阵，伊确实就是用中道迄字 ，Mesambilia。即个字是《使徒行传》内底使用的，伫个新约希腊文的福音书内底。若要讲耶稣受定要死去的时刻，同款是用 Ektes Horas 第6个时间。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：第6个后壁是啥？第7会互你受着啥？哈，欢喜哦，完成安息日呀。犹太人的观念里，第7是啥物？是完全的意思。所以即马是第6个时间，也就是撒玛利亚妇人甲耶稣相拄的时阵，是第6个时间。迄是表示啥物？完全的时间，得要到啊！得要到，还未到吼！注意哦，是第6哦，毋是第7哦，得要到啊！第6个时间透中道的时，日头赤炎炎的时。是罗马帝国上光明的时，却是撒玛利亚妇人、撒玛利亚人需要伫黑暗中生活的时。对咱台湾人嘛无区分，咱过去捌有一段时间，日本帝国伫红日头换做白日头，伫日头赤炎炎的时，嘛捌有即种的时阵。伫迄款帝国内面，要持守伊的信仰，真正无简单。但咱神学院嘛，捌因为安尼，也是讲咱的神学院嘛，因为安尼，为着要坚持信仰，中英中学嘛，因为安尼，为着要坚持信仰，毋肯来拜日本的天皇，捌有真艰苦的时阵。所以，要伫帝国中间，伫迄个第6个时上黑暗的中间来持守家己的信仰，真无简单，真紧就会感觉真孤单，真紧就会感觉无望望。就是伫这第6个时，耶稣来到撒玛利亚。第2个线索，讨水啉，毋若是讨水啉，这是啥物意思？伫井边。耶稣按撒玛利亚妇人来讨水啉，井对犹太人来讲，对撒玛利亚人来讲，拢毋若是井尔尔。咱敢会记得，伫旧约内底，伫井边常常发生什么款的故事？撒玛利亚人其实非常的对重摩西的律法，伊随时就爱当想到一件代志。我毋知大家随时想到无？因为咱即马生活中要有井吼，真困难。毋过对犹太人、对撒玛利亚人来讲，井是啥物所在？我互大家另外一个线索，讲到水井，你会想到啥？旧约内底的圣经故事，你会想到啥？水井，哈？有利百加。利百加，感谢主吼，对无？对。好，咱利百加搁较头前，搁有啥物人？利百加的翁是以撒，以撒搁较头前，啥物人？以撒老爸是啥？老牧师歹势哦，咱可能以后圣经该加油一下吼，不要紧。第一个亚伯拉罕罗伯为着亚伯拉罕的囝，也就是以撒，其实头壳讲是无毋对的吼。以撒来娶某，伫啥物所在拄着利百加？伫井边，就是伫井边。伫迄个井边拄着利百加，利百加为虾米会当互亚伯拉罕的萝卜选掉哈？伊伫井边创啥？伊伫井边创啥？为虾米这个萝卜感觉会当选即个
妇人人来做我的主人的囝的新妇。为什么？伊伫遐创啥？伊伫遐抢水啊，无毋对。伊毋若抢水，伊抢水互阿伯啦喊的萝卜啉以外，连伊的骆驼嘛家互伊啉甲饱。所以伊正做以撒的太太。以撒了后，阁有啥物人伫井边拄着家己的牵手？雅各无毋对，真个爸仔囝拢共款吼。雅各伫井边抢水，互啥物人的羊群啉？互伊未来的啥物丈人吧，对毋对？也是伊的阿舅列班吼。也毋过迄当阵是拉结伫个迄个所在，互拉结羊群来啉甲饱。雅各就伫遐来按拉结来求婚。啊，阁有以色列历史中间上界伟大，互人称作圣人的人是啥物人？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咱大家敢知影？摩西是安怎带着伊某的？共款伫井边，伫井边伊拯救米甸的祭司亚德罗7个查某囝，佮抢水，互因的羊群啉水啉到饱。落尾，摩西就甲亚德罗做伙大，亚德罗就将伊的查某囝西波拉嫁互摩西。安尼大家就当了解，当耶稣伫水井边按即个撒玛利亚妇人人讨水啉的时阵，伊毋但是要讨水啉，其实表明的是耶稣按即个撒玛利亚妇人人咧求婚，要成做伊的丈夫。大家听到这有惊一跳无？毋捌听过对毋对？牧师继续讲，你毋通今仔听到这哦，就当讲去转去就讲啊，迄个王牧师讲，即个故事是迄个耶稣甲撒玛利亚妇人人求婚的代志尔吼。啊，继续听落。第三，丈夫毋那是丈夫，为虾米安尼讲？以色列人若要比拼人甲上帝中间的关系的时阵，定定用一个比拼，虾米比拼？新郎甲新娘。耶稣敢有用新郎来比拼家己过？有。所以为虾米讲耶稣咧按即个妇人人求婚呢？安尼了解啊？毋是真正带伊转去做某，是伫咧灵性属灵的关系顶面，甲伊咧求婚，要甲伊建立亲像过去的历史传承内底，以色列人的上帝甲以色列人百姓迄种亲密的关系。圣经咧先知书内面，毋捌一摆讲过，讲起定讲起上帝是以色列人的翁婿。若是以色列人去拜其他的神明，就是反背因甲上帝婚姻的约束。安尼读的时阵，咱就知影，伫咧遮讲撒玛利亚妇人人捌有5个翁。耶稣敢有去指责讲你是一个背逆淫乱的妇女？大家若继续看落，无。耶稣今仔讲一句，你讲的无毋对，即马甲你做伙，毋是你的翁。所以，伫咧约翰福音内底，定定耶稣讲话答非所问，甲伊问这就回答另外一个物件。甲你讲要啉水，结果讲地上的水，啊，伊就讲去天顶，定定讲地下，伊就讲天顶，讲天顶，伊就搁讲地下。所以，伫咧即个所在，耶稣真正是甲伊来求婚，即个婚约就亲像过去上帝甲以色列人的婚约共。伫咧遮讲伊捌有5个翁是啥物意思？毋那是伊有5个翁，嘛表明撒玛利亚捌有5个神明。伫列王记下卷17章24节所在安尼记载：亚述王对巴比伦、古他、阿瓦、哈马、甲西法瓦因全煞人来住伫撒玛利亚即个城。巴比伦人做苏格比拉，即是苏格比拉是因神明的名。古他人做列甲，
哈马人做阿西玛，阿瓦人做列合，甲他尼他的像，西法因人用火来烧敬礼，献予西法因的上帝阿德米勒甲阿拿米勒，因无敬畏耶和华，佮服侍家己的上帝，对什么国煞来就趁迄国的规例。因到今仔日也顾照前的风俗去行，无敬畏耶和华，无遵趁伊的律例，甲因的规例，也无照耶和华命令雅各后代的律法改变。雅各就是伊称作以色列的。撒玛利亚人进前互5个外国政权，要求来拜因的神明。进前这5个头壳有听到，其中有一个爱啥物烧家己的囝。去献予神明，非常的粗残。检采，因阁知影即个世间有神明。耶稣讲：你即马有的迄第6个，毋是你的翁。为什么？因为伫这第6个上害，伫耶稣的时代，罗马帝国认为的神明是啥？大家敢知影？伫罗马帝国啥是神明？咱到今阁咧纪念伊。英语内底8月安怎讲？英语当中的8月怎么讲 ？August， 这就是咧纪念该杀。什么人是神明？皇帝才是神明。头前迄5个，佫知影有一个神明。第6个罗马帝国讲有神明，就是皇帝，叫一个世间人来为着皇帝来牺牲。咱的印象真深，这嘛毋是啥物生分的代志，就亲像日本的天皇、国王，就是天照神明。阿玛特达斯奥卡米的化身，就是神明的化身。所以，若照顶面的线索，撒玛利亚人进前互亚述帝国换过神明5个。这个妇人人讲伊无丈夫，耶稣甲伊困定。到今第6个。互罗马帝国换做罗马皇帝，伫耶稣眼中，这无算是丈夫。这第6个，也是讲过去的对第1个到第6个，拢毋是伊应该爱有的，爱有的。撒玛利亚人应该爱拜的是啥人？是上帝。总是因为政治的因素，我不将因爱服侍其他的神明。爱甲其他族群徛起，这就是耶稣讲：恁撒玛利亚人敬拜恁所毋知的原因。咱若读以色列，就知影撒玛利亚人甲其他的民族同婚，比较有一寡感觉家己血统真正信仰纯正犹太人，甲因看轻，甲因起笑，认为因的血统无纯，身份不明，婚姻无合法，因私通来生囝，佮讲。拢是因，拢是你答无啊？拢是因撒玛利亚人掠上帝受去，所以这个才解说经文讲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无往来，其实无往来的准拄线。佮较严重的是，因无好好啊交陪。有一寡热心的犹太人伫主前第2世纪。捌甲撒玛利亚人伫基利心山的圣殿甲烧烧去。之后6年，撒玛利亚人甲死人骨头摒去犹太人伫耶路撒冷的圣殿。咱想看觅，今日若有人来破坏咱的圣堂，伫遮可能伫台湾的庙宇是破屎，甲屎破伫咱的圣堂的顶面，咱的讲台顶面。毋知大家会感觉迄个人敢是？甲咱关系真好，可能毋是啊吼，可能关系无好，真歹。死人骨头是污秽物件，藏伫耶路撒冷的圣殿，来污秽这个圣殿。这种烧台无好的历史，实在是真互人伤心。主要第6世纪，撒玛利亚人发动革命。要反抗，甲因压迫的拜占庭帝国，
结果是大部分的撒玛利亚人，拢互自称是基督徒的这个帝国来屠杀。因也佮甲犹太人、阿列别人久长来战争，到呾传统的撒玛利亚人，甘达村约着1000人，因伫基利新山过年，读撒玛利亚五经，可能咱感觉这真悲伤。安尼，咱要继续来问，撒玛利亚人敢无真正来拜上帝？因的信仰、咸光拢无基础。其实，伫约翰福音遮讲，耶稣到撒玛利亚的一个城叫做苏加，这个城挖滚雅各，互伊的囝约瑟的迄块地。雅各是以色列人共同的祖先。雅各有几个囝？雅各12。毋免惊吼，我这问题吼，毋免惊。对，伊有12个囝，其中有一个囝利位吼，伊的后代拢做祭司。利未族无家己的土地，是分散徛起伫各支派的土地顶面。约瑟有2个囝，拢互雅各祝福，拢有分着土地。12个支派咧分土地的时阵，约瑟的子孙占2份，是啥物人？以法莲甲玛拿西。以法莲甲玛拿西是约瑟甲啥物人生的？甲埃及安城太阳神祭司波提菲列的查某囝阿舍纳西。阿舍纳这个名的意思，我属伫水神 Nes。约瑟甲外邦神明祭司的查某囝生的囝，兼是血统纯正，毋是同款。毋过犹太人安怎会当无要以即个代志，却来看轻撒玛利亚人？敢讲因袂记得雅各伫创世纪48章讲过，以色列人要记你。基约瑟来祝福人讲，愿上帝互你亲像以法莲、亲像玛拿西一样。敢讲雅各的祝福已经过期，已经失效。大家若继续来看，就会知影，这个富人人，因毋是一张白纸，空空伫遐抢水。伊咧甲耶稣到遐甲伊相拄的时阵，伊的心内。伊其实是有信仰的。今仔日，咱基督徒可能有当时有一个小小的毛病，毋是基督徒的人，哪亲像就无信仰？毋是，因为我去台中牧会，最近上届要紧的代志，大家知影是啥？有一个妈祖出巡，有大甲妈嘛有白沙墩，吼，就是无共款的妈祖。咱甲无共款的人相拄，其实伫因的心中有因家己的信仰。咱会当想讲因毋捌上帝，想讲因拢咧拜偶像。迄时咱嘛会当有另外一个思考，伫迄个对车的后壁，当因咧对即个妈祖咧行路的后壁，敢讲？毋是亲像即个富人人共款来问一个代志，我喙焦，敢有迄个活水，互我啉，会当毋免搁来抢水，会当永远袂焦。迄个咧行对妈祖的背后，咱敢读得出来，人心内对永远活命的渴望。迄个喙焦，咱敢明白？有当时咱袂明白，是因为咱家己已经袂记得喙焦的感觉啊。咱已经无灵性内面喙焦的感觉啊。兄弟姊妹，若是咱真做袂烧袂冷的基督徒的时阵，咱来转来求主的圣神。定心，甲迄种属灵喙焦的渴望，互咱毋通连家己无水啉拢毋知影，连家己喙焦
拢无感觉，这是真要紧的代志。这个妇人人对这个甲耶稣相拄的时阵，咱来看伊的性命是安怎改变的。一开始，伊讲你是一个犹太人，那甲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人讨水啉。到后壁，伊讲我看出你是先知，伫个中间的所在。佮到上落尾，伊问讲伊毋是直接讲你是弥赛亚无？毋过，迄个是伊咧问的。若是弥赛亚来，会甲一切代志拢讲出来。先来迄个背后咧问的，检视弥赛亚。后来你看即个撒玛利亚妇人人，伊做一件代志，水办淡咧，转去伊的撒玛利亚城，甲人讲来看伊捌有一个人将我所做的拢讲出来。迄件毋是弥赛亚嘛？我要问大家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对耶稣的认捌，伊的结果，伊的落尾是啥？伊敢有接受耶稣是弥赛亚？伊什么时阵接受的？我真好奇，大家安怎看这段经文？伊是什么时阵接受耶稣是弥赛亚？三个人开放，三个人有答对有小，他听来我领奖品吼。啊，我今仔有炸一包迄个咖啡来，因为知影大家拢有啉咖啡的习惯，吼。听会当来分享。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详细接受耶稣是弥赛亚。第一个选择来，咱来看吼，伫个即个第25节的所在。25节的所在，25节的所在，迄个咱的同工敢会当甲我放第25节的经节，第25节，无吼，好，不要紧，安尼我来读吼，第25节的即个经节，咱若是手头有圣经的人，咱做伙来读。妇人人甲伊讲，我知弥赛亚得要到，伊若到，要用一切的事甲阮讲。耶稣甲伊讲：“我即个在甲你讲话的，就是这是26节。然后，若是读到这，一般经文拢会读到这就切掉啊！吼，若是读到这，我问大家：你认为这个妇人人敢有接受耶稣伊是弥赛亚的身份？读到这，你感觉有无？嘿，到这尔，嘿，到这，敢有？那亲像？”那亲像啊！我问一个，大家举手来表决一下。有的人举手，你感觉到这读到这，你感觉这个妇人人已经接受耶稣是弥赛亚人举手？好，免惊哦，这没有对错哦。安尼哈听每一个人拢有机会啉到咖啡哦。好，你感觉啊未举手？好，你感觉那像有个那像无的人举手？你讲，无说你就干的啦，你就干的，你们较早讲这个选对对不对？那像有，那像无？我为什么讲这个选对？因为实际上，伊今仔讲我知弥赛亚得要到，伊若到会用一切事甲我讲。对话若到这，咱毋知影吼，咱会感觉讲，那亲像还未了呢，还未结束。这个妇人人到底是有接受无？到底有接受无？那继续看完到42节的时阵，我问大家，你感觉伊有接受无？这届就肯定哦。我请求两个人好无？为什么你感觉有？你到25节的时阵，你阁无法度肯定，对不对？那亲像有，那亲像无安尼？为什么到落尾你就会当肯定啊？为什么到落尾就会当肯定？因为伊有啥？伊有行动。哦，多谢。什么款的行动，互你确定伊有？去甲人讲，啊，搁啥？伊甲人讲，去甲人讲无毋对，啊，毋过伊讲啥嘛最重要。因为伊可能会甲人讲，我甲你讲，我拄着一个犹太人，伊足咸的，甲我讨水啉，叫你讲袂使安尼。
嘿，也是伊讲的内容是啥？伊讲的内容是啥？伊讲的内容是啥？来，有人会当答无？你讲，哎呀，今日读经那遮尔忝哈，搁爱家己来读。是，伊讲啥？伊讲啥？无毋对。啊，即句话，伊毋若是讲，伊搁讲互啥物人听？讲互大家听。你有发现伊咧创啥？伊咧做见证啊！伊见证啥物？伊见证伊甲耶稣三度了后，伊甲我过去的代志拢讲出来。伫咧遮有一个真神秘的代志发生啊！伊真正得到迄个活水，迄个活水有啥物厉害？咱若安尼读讲，永远袂喙焦，可能袂感觉啥物厉害。也毋过活水即个意象，请大家转去读以西结书第47章第1节到12节，以西结书第47章1到12节，你就会知影为什么这个妇人人会当安尼？伫遐是安尼讲的吼，伫这个所在的经文，我读几段真要紧的，互大家听。迄个人带我转来圣殿的门口，我看见有水对圣殿的护顶下面冲出来。老恩东边就是圣殿东边的方向，水对圣殿的正边，经过祭坛的南边流落来。后来个安那形容这个水边的景象。这条河要流往东，经过约旦河谷，进入死海。河水流入死海，会互咸水变做正水。这条河经过的所在，拢会充满各种的生物。河里会有真济鱼。这条河互死海变做正水，流过的所在，逐项物拢会活。怎么知？这条河的双边岸要有各种的树木生长，所结的果子通做食物，叶袂焦，果子出产袂长，逐个月拢有新的果子。因为对圣殿流出来的水，润得遮的树，果子通做食物，叶啊通做药材。活水流出来，流过的所在，拢死水、咸水嘛变活。所以，咱就知影伊。得到这个活水了后，伊生命内底的孤单、灵性的黑暗得到医好，然后伊有气力去甲人做见证。伊做的见证真正简单一句话，拄着耶稣伊甲我所做的代志，拢讲出来。伊讲起伊拄着弥赛亚，邀请大家来看，邀请。所以故事读到落尾，你就知影，伊正讲得到迄个永远袂喙焦的活水。兄弟姊妹，咱做基督徒，咱会当看家己的活命，是不是也同款是安尼？那今日礼拜煞转去了后，毋知影你会亲像这个妇人人同款无？去甲你的厝边头尾来分享，来做见证。当咱的性命得到医好，除了亲像这个妇人人同款，会去见证，咱嘛会发现，咱对耶稣的认捌嘛会无共。耶稣无过是先知，耶稣是迄个受我药的，耶稣是咱的丈夫，是咱的丈夫。伫咧这中间有插一个故事，叫做永远的食物。耶稣讲，
去行迄个找我来的旨意，迄就是我永远的食物。上主互咱的话水，会互咱行出去，真做宣告的行动。这个代志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，因为我会当个倒边来讲，那咱的生命中间，无亲像福音人有这种宣告的行动的时阵，有可能你无真正摕迄个活水来啉，你无真正啉迄个活水，迄是活水一定要互你啊！你也无亲像这福音人共款讲，请互我。但新学院真感谢大家的支持甲带导。当门北区的教会有偌久，但新学院就得到支持偌久。毋那是金钱，历代的传道者，佮用历代的传道者甲历代的信徒，拢用带导实际的行动，接待新学生，参与伫即个培育的工作内底，伫遮非常的感谢。这嘛是宣告的一部分。愿望东门北区的教会会当继续来支持咱新学业的工作。咱大家来祈祷。听说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阮喙答，求你甲这啉了永远袂喙答的活水，互阮。阮苦大的灵性要得到医好，阮要照时阵结果子。我们亲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共款，出去了后，叫人来看。当人来看了后，亲身家己三度，就会当讲出，但阮毋是因为你的见证，阮是因为亲目看到弥赛亚。这款的宣告，就是阮最后的标准。主啊，帮助阮每一个人，诚做这个妇人人，也亲像这个妇人人共款，亲像耶稣共款，行找伊来的，诚做伊的工。这就是阮永远的食物。愿东门北区的教会正兄姐得到永远的活水，也得到永远的食物。伫即个社区，诚做一个宣告的教会，见证基督。伫社区中间，诚做正人的祝福。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三个来因信息第351首，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。所
是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。请坐。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，咱大家三合来分享。咱对4月份开始，咱的拜2的台语查经班，甲拜3的别个的圣经学堂，咱会进入新的进度。咱拜2点伫台语查经班，咱会做伙来读创世纪。点伫拜3，咱会读士师记。所以若是对旧约无解释的吼，欢迎咱会当做伙来参与点伫咱的查经班内面吼。好过来头一项报告，咱今仔日咱感谢美术牧师转来到伫咱中间，也请咱继续为着台南神学院济需要关心、代祷以及奉献。咱搁一摆拍谱来感谢美术牧师。好，咱后主日是过偌济，所以今仔日咱进入受难周。后主日是过偌济，咱会踮伫后主日第一堂礼拜中间举行洗礼。若是有想要报名小儿洗，会当踮伫今仔日来到伫办公室这边来报名吼。好搁来，咱因为是受难周，所以咱拜1到拜3，咱有3天的特别礼拜。咱拜1会邀请到南门教会的志忠牧师。拜2是后家教会周新店牧师，拜3是我家己来分享。咱邀请南门教会甲后家教会，是因为因所设立的时间位数拢甲咱共款是3号，所以咱庆祝120周年，因嘛咧庆祝就是几十周年，就是邀请咱教会的教会会当转来踮伫咱中间分享，通过踮伫祈祷的时阵，咱当彼此为着咱所设立这个教会来代祷，建立踮伫基督内面的结连。好，煞只踮伫拜4，咱犹原有台南中会第1小区的联合圣餐礼拜，踮伫咱教会，所以欢迎咱大家拜4的时阵会当来到伫教会，咱做伙来参与基督受难圣餐礼拜。会记哩时间吼。拜1到拜3，咱家己的时间是8点。拜4的时阵吼，第1小区联合礼拜，这是7点半。
哦，因为爱有互侪侪教会要来到伫咱中间，所以这个时间会较早。啊，咱家己就干那8点，所以拜1到拜3是8点，拜4是7点半。请大家会记哩这个时间吼。好啊，过来咱旧年度有推行迄个全年度读经的活动，若是已经有完成的兄弟姊妹吼，请咱会当来到伫办公室，咱的干事来做登记吼。啊，这个记录登记了，你就会当摕转去家己遐来成做咱的纪念。啊，咱的教育部会准备5月份的时阵会有礼物要送互大家吼。好，啊，我就做以上遮的报告。啊，请咱等下礼拜结束了，咱会当继续互相交期。咱做伙用白话字来读今仔日的经句。我先来读一遍。耶稣甲因讲：“我的食物就是实行找我迄位的旨意，佮完成伊的工课。恁敢无安尼讲？佮4个月就有通修成？我甲恁讲，目睭闭互紧，看四面的田园，5谷已经熟，通修成啦。”咱做伙来读2遍。耶稣甲因讲：“我的食物就是实行找我迄位的旨意，佮完成伊的工作。恁敢无安尼讲？佮4个月就有通修成？我甲恁讲，目睭闭互紧，看四面的田园，5谷已经熟，通修成啦。”搁一摆，耶稣甲伊讲。我的食物就是实行找我迄位的旨意，佮完成伊的工作。恁敢无安尼讲？佮4个月就有通修成？我甲恁讲，目睭闭互紧，看四面的田园，5谷已经熟，通修成啦。再来吟上营的诗，吟诗后请牧师来祝祷。请大家做伙起立。主赐肯我，主赐肯我，主赐肯我，那所求你赐给，主因错光。充我光，主充我光，主充我光，全心求你充我光，我被主起，我被主起，我被主起，我主生命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疼痛，圣神的相通，甲你每一个人三角地带，对一碟高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密倒。